日来到成都已经1年外，为怎样找无迄个心内情伴，会伫通安慰着阮一个寂寞的心肝，只有月亮点在迄一日来离开南部小城市，虽然伊有写回信甲阮通知，讲要来一个成都，因何我会找无你？阮总不信你来变心，去找新伴侣。迄当时两个情谊实在糖蜜甜，为怎样今日放阮孤单彼味来流浪他乡外里，暗中叫着你名字，今夜又在在何边？想着